很多人一過60歲就以為人生定局、財運定格。其實風水裏最藏玄機嗰一句老話：60為家宅定盤星，老人安則全家旺，老人最福則子孫生財。千萬別覺得年紀大啦就無所作為。你到了花甲之年，恰恰是鎮住家宅氣場、庇佑兒女嘅最佳時候。年輕人要自要衝勁太足，氣場浮動，容易漏財招煞；而老年人歷經半生風雨，心性沉穩，福氣厚重。只要在家中擺對幾樣簡單物件，不用大修格局，不用花大價錢，就能穩住全屋吉氣，替家人動災納福，給子女牢牢積聚財運福報。這不是迷信幾十年室，民間風水實戰積累嘅居家旺運之道。今天陳伯就把過去數十年看寨積累嘅真經親身見證嘅真實案例，毫無保留分享給各位老友。我先跟大家講一個我前幾年親身遇到嘅真實嘅故事。有一位老可是姓李，個二代嫁咗舊他李博，年青時先苦打拼一輩子，做小生意養家糊口，成次令用米下家業，從嚟不捨得亂花一分錢。奈何兒子年青時撞業，兩次都低本做生意，料做禮拜，打工日子中存不住錢，手裏留不住餘財，一家人整日愁眉苦臉，總覺得是子女運氣不好，時機不對。後來李伯61歲那年，專門登門就我看家居風水一進，他家我就看出問題所在。房子格局方正，坐向冇錯，大門窗戶亦唔好沖煞。唯一短板就是家中太過空，多稱冷老輩人就呢個慣例，家中除咗必用家具，沒有一樣自氣納福嘅物件，全屋氣場飆散，財氣無處落腳，老人鎮不住宅運，子女自然留不住財富。當時我就告訴李伯，人過60自身福澤最後，不用求神拜佛，不用改門改窗，只要簡單添置幾樣吉祥小物，調理家中氣場就能改變全家運勢。我當時就指導喺家中佈置了幾樣適合長輩鎮寨嘅物件，整整堅持了2年。2年後，李伯專門帶着兒子嚟答謝我，佢話自從按照我嘅方法擺放物件、打理家宅，家中氣氛越來越順，自己身體硬朗，少生病，家裏少有爭吵矛盾。最明顯嘅就燒自己運勢完全逆轉，不裝用步入正軌，生意日漸興隆，還順利買房置業，財運穩步上漲，從此徹底擺脫了流財敗運嘅困境。很多人不明白其中嘅道理，今天陳伯講透底口大家聽。風水講究氣聚則福生，氣散則財盡。年輕人氣場躁動，四處奔波求財，很難留住福氣。而60歲以上嘅老人家，半生行善積德，心性沉靜穩重，喺個家的根與基，老人穩住家宅，福氣就會扎根，子女在外嘅財運、善耀運自然會順勢升騰。嗰趙偉人莫風水古話上實，吉有二喜，老與有一寶。真正嘅風水從不在豪宅大院，不在名貴擺件，我在帳幣穩住嘅宅院即刻就服報。接下來陳伯就逐樣教大家60歲之後家中最值得添置、最靈驗、最穩重嘅幾樣皇家積福物件，每一樣都有對應嘅風水講究，擺放禁忌真實案例，全程都係實用乾貨，老人家一看就懂，一學就會擺對了旺全家、旺子孫，擺錯落反而會耗福流運。大家認真聽仔細記。首先第一樣，60歲老人雞家必備純銅葫蘆，幾長輩鎮宅化煞聚福護家個第一好物。葫蘆在風水中是極佳的納福法器，到大口小的造型，寓意吸盡煞氣，留住福氣，鎖住財氣。而純銅材質的葫蘆，五行屬金，金能化萬煞穩宅氣，最適合年過60的長輩擺放鎮宅。很多年輕人喜歡擺木葫蘆、塑膠葫蘆，其實不適合老人家居家。木葫蘆氣場太輕，鎮不住老宅雜氣；塑膠葫蘆毫無靈氣，只是擺裝飾。唯有純銅葫蘆經久耐用，
越養越靈。擺喺家中能化解流年不利、門戶雜煞，還能護佑老人身體健康、小病小災。我認識一位張阿姨，今年67歲，前幾年總是睡眠不好、腰腿酸痛，家中晚輩工作不順，是非較多，家裏時常挑磕磕此身。後來我讓她在客廳東北方位家中空位之地掛上一個開喉秦銅葫蘆，同時在左室門側輕掛小銅葫蘆，不到3個月，張阿姨睡眠變得安穩，身體酸痛嘅毛病大幅好轉，家中爭吵是非明顯變少。她嘅小孫女讀書專心成業進步，兒子的職場運勢也逐漸升溫，升職加薪格外順利。這就是銅狐狸嘅風水妙用，老人鎮寨化煞，全家氣場乾淨順暢福運，自然來臨。這裏陳博重點提醒大家學心禁忌，銅葫蘆一定要選開口款，千萬不要買封閉款。封閉葫蘆氣氣不通，福氣不入，反而會囤積穢氣。擺放位置忌廚房、忌廁所、忌正對大門直衝。最佳位置是客廳吉方、招室門邊、陽台側角，既能化煞又能納福，穩穩替全家積福避災。第二樣，60歲後一定要添置五帝錢，該也是最之滴氣、最旺子孫財運個平民風水好物。沒有門禮，人人能用，百事百靈。五帝錢對應5代盛世帝王氣運，承載盛世福氣，主鎮寨辟邪聚財碗碗，尤其適合想替子女積財碗個長拜。很多老人家一拜指善良本分，積德行善，自身福氣極足。只要把五帝錢擺放得當，就能將自身福澤傳承不晚，為化解子女命中的破財煞阻滯運。我之前看過一戶溫姓人家，溫伯62歲退休之後，閒在家中無事，總是操心兒女財運。他的大日子做零售生意，常年客源不穩，利潤微薄。小女孩打工多年，始終沒有升職機會，財運平平。一家人勤勤儉儉，卻留不住錢。我當時看完他家風水，告訴溫伯不用大改格局，只需準備一串正片五帝錢，用乾淨紅布妥善包裹，分2處擺放，一處放在家中大門門脈下方，鎮住門口雜氣，阻擋破財煞，讓外來財氣順門而入。另一處放在米缸底部，米缸為家中財富，五帝錢壓財富，寓意財富充盈，年年有餘，只濕數錢。溫伯照做之後，堅持1年時間，變化非常明顯。大係指小店客源越嚟越穩，回頭客眾多，利潤逐年攀升，不再出現替損失笑個情況。小女喺公司備受重用，順利升職加薪，收入翻倍，真係家裏貼地，擺脫力缺錢緊張個拱境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據更上着住宅最大嘅財運，全知風水要引，米缸不空，家怨不重，米缸搶滿，自信財旺。年過60嘅老人家，每日初一記得添新米，保持米缸充盈，再搭配五帝錢壓底，就是最穩固嘅朱家財庫，能替子女牢牢守住正財，化解無端破財、意外耗財個問題。這裏陳博叮嚀大家，五帝錢一定要選夠穩自然嘅正品，要買尖金金銀嘅工藝品，過度花哨反而失去靈氣。擺放五帝錢切忌外露暴曬，不要隨意擺在客廳側面，任由他人觸摸。福氣財氣怕擾動，壯而不老才能聚財旺運。第3樣，60歲居家必擺4季常青金桔樹，旺家宅添貴氣，旺子孫前程。很多年輕人喜歡擺放各類新奇綠植，卻不懂居家風水綠植講究。太過喜禮的花草容易招惹桃花是非，擾亂家宅氣場。枯黃凋零嘅植物會後旋家宅，福氣帶來衰運。唯獨金桔樹4季常青，枝入繁茂，果實累累，是風水中公認嘅吉祥旺宅樹。金為財，桔為吉，寓意大吉大利，金玉滿堂，多子多福，財運萬丈，非常適合花甲老人居家擺放。我有一位老鄉林伯，64歲那年家中流年不順，孫子讀書浮躁，成績起伏。
大兒子外出務工，總是遇到小人作祟，自要受阻。家中氣場低迷，毫無生機。我當時建議林伯在客廳東南財位擺放一盆茂盛圓潤嘅金桔樹，每日細心打理，及時澆水修剪，保持枝葉常青，果實飽滿，千萬嗰樣樹木枯黃落葉。林伯聽從建議，日日用心照料，半年時間不到，家中氣場幡然一新。原本冷清的家變得生機勃勃，孫子讀書心態穩重，成績穩步提升，考上了心儀嘅學校。兒子在外做事順風順水，遠離小人招憤，財運節節攀升，年年都有豐厚積蓄。老人家心靜氣和，用心照料，及上六席，就是在替全家養福、養財、養運。這裏重點講禁忌，金桔樹一定要擺喺明亮通風之處，不可擺在陰暗潮濕的角落，不可對準廁所灶台。一旦出現枯黃之液、腐爛果實，必須第一時間修剪清理，千萬不要讓枯枝敗葉留在家中。枯枝耗福，敗葉漏財，會直接破壞全家旺運氣場。另外，家中有老人，盡量不要擺大尖刺幾屈植物，比如仙人掌、玫瑰、虎刺、梅尖煞之物，會傷人氣、招是非、破財運、花甲老人居家。以溫和常青、圓潤吉祥個植物為最佳地施養。60歲後，務必添置小型圓形魚缸，清水養魚納四方財氣，活全屋宅運。風水講究山管人丁，水管財。家中無水則財氣不活，運勢停滯，很多家庭格局封閉，氣場沉悶，家人運勢長期平平，子女財運遲滯，就是因為家中缺少活水氣場。但年輕人擺魚缸容易擺錯位置，擺錯樣式，反而招煞漏財。而60歲老人心性穩重，做事踏實，打理魚缸細心謹慎，最適合用魚缸活宅旺財。我認識一位黃阿姨，65歲退休多年，前幾年總覺得家中沉悶壓抑，子女做事情總是一波三折，朝多早滯，明明足夠努力，卻很難出成績賺到錢。我上門視察之後，發現他家房子方正乾淨，唯一缺陷就是全屋無活水，氣場凝滯，財氣進不來，福氣留不住。我知道他在客廳側位擺放一個小型圓魚缸，養6條小金魚，6數為水，主聚財納福。圓形魚缸化解尖角煞，穩住氣場，每日保持水質清澈，水流輕動，不可寒水團咗。黃阿姨堅持打理1年，家中變化極大，原本沉悶嘅氣場變得通透順暢，家人心情舒暢，少有煩躁走兒女嘅事業運財運明顯升溫，做事越嚟越順利，意外收入額外機會接踵而至，家庭積蓄1年比1年厚實。知道陳伯講透魚缸擺放嘅核心禁忌，新手最容易犯錯。第一，魚缸不可擺在大門正對處，避免財氣直進直出，留照福。第二，不可擺喺擠室，水氣過重會擾亂睡眠，影響健康。第三，水質必須時常更換，保持清澈，攰水積氣會招霉運，破家運。第四，優選小型圓形魚缸，不選方形、菱形尖刀魚缸，尖刀造型會產生風水尖角煞，不利家宅安穩。第五樣，60歲長輩旺家必備，揀個山水掛畫，鎮宅安穩，招貴人，旺後代運勢。很多人家中牆壁空騷，或者掛滿雜亂照片、花哨海報，其實空牆無氣雜畫擾運，對家宅風水極為不利。尤其是老人居住嘅房子，需要穩重大氣、吉祥的掛畫鎮住氣場。最合適就是青山綠水、平靜無波嘅山水畫。風水講究山主貴人主人丁水主財富主運勢，後種青山寓意家宅根基穩固，老人安康長壽，子孫有靠，面面露水寓意財運源源不斷，福運細水長流。我又以位老客戶周博68歲，前幾年子女在外發展，總是遇唔到貴人，機會流失，明明能力出眾，卻始終得不到提拔，重用只要停滯不前。我當時建議周伯在客廳沙發後方嘅實牆上掛幅平靜山水畫中，
必須山穩水靜，冇飛瀑激流，冇剪崖怪石，山體厚重，水流緩緩，如意背有靠山，穩咗財運，貴人相助。周伯卦好之後不到半年，子女個人際運勢明顯變好，身邊貴人增多，工作上時常得到前輩提攜，很多難題都有人幫忙化解纏繞，一路順風順水，財運自然水漲船高。這度重點提醒大家卦畫禁忌，千萬不要掛荒山野嶺、殘山敗水、驚天叫浪的畫，一要掛猛獸賀獸、刀劍兵器、悲涼風景的畫。這些畫作殺氣極重，會擾亂家宅安穩，招惹是非，小人破壞全家福運。卦畫高度要適中，端正平整，無破損，無法插畫框，完整乾淨才能穩住吉氣，招納貴人。講到這度，很多老友會問陳伯為乜這些物件偏偏是60歲之後擺放最靈驗？我跟大家說透最深層個風水原理。60歲是人生一個重要嘅節氣轉折點，花甲之年，五行輪轉，命格穩定，不再像年輕人那樣氣浮不定，運勢動盪。老人經歷半生積德，心性純善，自身禮帶的福氣正氣最為厚重。此時佈置居家風水，不是在改運，而係在固福守運全福。年輕人求財是向外求，四處中容易求而不得，得而復失；而老年人旺家是向內守穩根基，守住家宅吉氣，就是守住全家嘅底氣，守住子女嘅財氣。一家家的風水核心，從來不是擺多少名貴物件，裝多豪華嘅房子，而是家中長輩心善心安，家宅安靜整潔，老人心歡，家裏就少是非；老人穩重，家運就少動辦；老人積福，子孫就有餘慶。很多家庭子女賺錢辛苦，聊招嘴角，招之改係做事感覺，係子女能力夠，而係家中根基不運，財氣飆散，沒有老人陣，債積福，外來財氣留不住福運。接不住陳伯看風水幾十年，見過無數家庭年輕時拼命打拼，卻始終平平無奇。等到家中長輩花甲之年，用心打理家宅，擺對吉祥物件，守住居家吉氣，短短幾年時間，全家運勢逆轉，子女財運興旺，家庭和睦安穩，日子越過越富足。嗰就是老人安，全家旺。老人積福，子孫立財嘅真實風水道理。最後陳伯再給各位老友總結一遍：60歲之後，不用折騰，不用花高價，只要做好這幾件事，擺對這幾樣物件就能穩住全家福運、旺子女財運，同葫蘆鎮仔化煞，護佑全家安康。五帝錢穩固財富，替子女聚財守福，金吉樹旺澤添吉，招納生機貴氣。圓魚缸活絡氣場，吹動源源財運；山水畫招引貴人，穩住家宅靠山。所有物件擺放，核心在於淨潔端正乾淨，用心風水講招心，誠則靈氣聚則旺。老人家用心打理家宅，在每日幾常物件就會日日積福，時時旺家。同時牢記所有禁忌。不擺殺物，不亂擺位置，不囤雜嘢，不勞枯枝，保持家中通透乾淨，氣場順暢，福氣自然常駐，財運自然蔓延。人過60，半生辛勞已過，往後餘生，你平安健康，心歡氣順，就係子女最大嘅福氣。你用心穩住家宅風水，積累居家福澤，到時給子女最好嘅底氣，最好嘅財運。從今天開始，好打理自家宅運，擺對吉祥好物，守住全家吉氣，保佑家人無災無難，平安順遂，保佑子孫財運亨通，前程似錦，家運興旺，福澤萬象，代代富貴安康。